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年，一年又过一年，一冬又过一冬，又过是一年新的开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年，就是又读又第7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又本地是形容手的款式，或者是少年的字。也毋过咱现代用到这个又，大部分拢是讲搁安怎，搁再安怎，要搁安怎，又搁安怎的意思。另外，又卡的意思就是搁卡安怎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又搁，也就是搁再安怎。第二个词读做油甘名。油甘是一款花材的名，只是小可较偏球形，到粉了后会通光，比你啊搁较细粒，食的滋味是头啊涩涩，尾啊甘甘。咱讲油甘名，就是形容一个人的运命辛苦而后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少年拼出名，食老惜命声。少年较骨力，比老来艰苦较会值。有甘命才会当辛苦后甘，千万唔通少年未晓受，食老唔正样。总讲一句，就是爱珍惜眼前的辛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